各位網友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謝爸爸財智研究社啊。咁咧，今集呢條片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一個匯豐信用卡嘅推廣活動噶。咁謝爸爸點解會講呢個推廣活動呢？咁嘅原因我寫咗個 post 咧，係關於呢個推廣活動嘅詳情噶啦。咁本身啦，老實嚟講啦，呢20%嘅現金回贈咧，就並不足以構成謝爸爸拍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嘅主要原因嘅吓。咁我想通過呢個推廣咧，同大家去講一講關於匯豐銀行嘅一啲進階啲嘅玩法㗎。咁參加呢啲咁嘅活動啦嚇，唔單止有回水啦嚇，即係依家呢期有20%啦，1,500回10蚊啊，咁呢啲都係小恩小惠，好過冇啦。咁錢又唔算多，但係我哋肯定唔會蝕俾佢咁嘅心態嘅咋。咁呢個都唔係主因嚟㗎。咁點解會講呢啲咁嘅活動咧嚇？講講匯豐銀行一啲特性嘅嚇。咁有唔少班友成日問我點解啲特選啊、乜選啊、精選啊都冇自己份嘅咧嚇？咁其實匯豐銀行咧嚇，要選特選嚟講咧，你必須要咧係有啲條件嘅嚇，就係要參與過往不停咁參與佢啲推廣活動咧，咁佢先至會再有特選俾你㗎嚇。咁有幾間銀行咧，唔同嘅銀行有唔同嘅特性嚇。匯豐銀行咧最主要就係呢個特性嚇。咁有啲銀行咧，好似信銀嚟講啦，中信銀行啦嚇，佢嘅推廣佢嘅特選嘅一啲條件咧，就係磅水就得啦嚇。即係你俾多啲錢喺個戶口咧，你中佢個特選嘅機率就比較大㗎嚇。咁你嗰個係信銀嚟㗎。咁匯豐就唔一樣嘅。匯豐咧，你要同佢不斷咁樣合作咧，咁先至會容易啲中佢嘅特選活動㗎。咁中啲特選活動有咩着數咧嚇？咁當然就係多啲 RC 回饋咁解嘅啫嚇。咁呢個係一個合作共贏啊。逆翻轉頭嚟講啦，點解匯豐你磅多啲錢落去唔得咧嚇？咁因為原因就係太多人都擺錢喺匯豐啦嚇，佢對呢個存款咧就唔係太過着重嘅啫嚇。咁佢主要着重喺啲活躍客戶或者客戶嘅活躍度啦嚇。尤其是佢特登搞啲咁嘅推廣出嚟咧，佢磅埋水周圍去宣傳去搞咧，咁你就算未必碌到呢個松本清謝爸爸都唔係松本清㗎，咁都登記咗冇蝕底咁解嘅啫。合作共贏只要你保持佢係佢嘅一個活躍嘅客戶啦嚇，咁對於你中特選加額咧都係非常之有好處嘅嚇。咁呢度講埋個加額啦嚇，咁有唔少班友問我匯豐銀行到底要大概幾多信用額先至足夠咧嚇？咁呢度同大家分享下，係要需要大概100萬左右嘅信用額咧，匯豐咧就可以㗎啦嚇。咁點樣達到100萬嘅信用額咧？咁佢呢一間係間獨享嘅信用額嘅銀行啦嚇。所謂獨享即係每一張卡都俾一個 limit 嚟嘅嚇。咁你只要不停咁出佢啲卡啦，理論上你哋又不停咁合作共贏嘅話咧，係的而且確可以不停咁增加你嘅額度嘅嚇。咁匯豐有啲奇怪嘅，仲有一個好奇怪嘅，如果佢唔做推廣嘅話咧，你要申請嗰啲卡咧，無論你舊客戶咧或者新客戶都比較困難㗎。個原因係好簡單啫，佢太多客啊嘛，唔爭咗你一個半個嚇。佢之所以批卡咧或者批多啲客咧，原因佢有活動，有內部嘅銷售壓力咁解嘅啫。好，咁講完呢啲重要嘅分享之後，咁即刻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匯豐嘅PCLO 嘅限時賞有咩着數啦嚇。咁謝爸爸都登記咗呢個活動嘅嚇。咁為嘅唔係嗰20%，為嘅只係同匯豐話俾匯豐聽，我係佢一個活躍嘅客戶嘅啫。當然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啫嚇，就係登記冇蝕底啦，唔登記反而有蝕底嘅。如果你真係去嗰個簽帳嘅話，咁先講講呢個匯豐嘅 PCLO 嘅限時賞有咩玩法啦嚇。咁佢咧主打就20%嘅現金回贈啦，松本清KFC 都有嘅嚇。咁50就回10蚊 RC 咁啦。咁有伏位嘅嚇，唔登記等於蝕晒啦嚇。咁有咩伏位咧嚇？好多人都唔係好清楚，因為我寫嗰篇文咧都好似唔係好強調呢樣嘢。咁呢度拍條片補充一下啦嚇，麻煩真係要登記咗先㗎。匯豐信用卡咧99%嘅活動啦，都係要登記咗先有㗎，先登記回贈先得㗎。就算佢係特選俾你咧，你都係要先登記先去。咁呢個活動係邊個搞嘅咧？咁樣其實咧係匯豐同埋 Mastercard 搞嘅。咁至於邊個磅水咧，就唔關我哋事啦嚇。我哋主要係取得匯豐嘅信任嘅啫。咁佢都有啲條件唔係乜卡都玩得㗎，必須要 Mastercard 先玩得㗎。咁使唔使新卡成特先可以玩得咧？唔使嘅嚇，舊卡都得，唔一定要新開嘅Mastercard 先得㗎嚇。咁簽帳咧回贈幾時入咧？咁30日就搞掂㗎啦。咁睇呢個咁嘅慣性嘢咧，都係 Master 去回贈㗎嚇。一般如果匯豐自己出錢回嘅話咧，就耐少少㗎嚇。咁合資格簽帳自動回啦，唔使煩。咁今期主打有咩優惠啦嚇？咁同大家講一個嘅啫，有興趣可以睇翻我 post 啦嚇，都係松本清同 KFC 啦。咁KFC 都50蚊回10蚊，咁食到嘔㗎啦嚇。如果大家都有玩謝爸爸之前啲 U 積分嗰啲回贈玩法嘅話，咁都係食到嘔㗎啦嚇。咁詳細嚟講好過冇啦嚇。咁登記冇蝕底，唔登記又去嗰度消費的，而且我感覺上自己蝕咗咁解嘅啫。
咁啊去到9月13號啊，咁啊登記但係好快啊，登記去到好似係去到7月31號。好，咁啊着數係咁多啦嚇，咁啊大家記得啦，先登記後簽帳啊。總之呢個咁嘅回贈嘢咧，其實就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咧就係同匯豐建立呢個合作共贏嘅一個關係啫。好，咁啊仲有啲陷阱位同大家再講一講嘅嚇，記得啦先登記後簽帳啊，唔好真係去簽咗帳先登記啊，冇㗎嚇。同埋每個優惠都係獨立簽帳啊，咁你一張卡、兩張卡，一共都係2張 Master 卡啫，咁你登記晒都冇蝕底㗎嚇。咁你登記邊張用邊張消費喎？你唔好走係登記咗張 Red 卡，咁啊用張Everymile 去消費都係冇㗎，呢常識嚟㗎啦。咁呢個3個中伏位啦，大家都會知道㗎啦。咁點樣玩咧？咁啊好簡單㗎啫，去佢個指定嘅網址度啦嚇，咁啊撳過去。咁啊今次佢係食個電郵地址啊，同埋你張信用卡。咁啊撳完之後咧，就去消費就有㗎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咁啊用1-2分鐘啦嚇。登記有着數，唔登記就感覺蝕咗咁解。咁啊，你話真係蝕咗啲乜嘢又唔係好覺㗎。咁啊，詳細隻筆筆都寫一篇文㗎啦嚇，係關於呢個咁嘅推廣活動㗎嚇。咁啊點樣玩咧都講咗啦嚇。咁啊最緊要就係話俾大家聽點樣登記嘅啫。大帝一致啦嚇。咁啊撳立即登記。咁啊嚟咗呢個網頁度啦嚇。咁啊輸入你嘅電郵啦。咁啊輸入信用卡嘅號碼啦嚇。咁啊搞完之後註冊就 OK 嘅。咁如果你成功咁樣入咗 email 啦，收埋驗證碼啦，咁佢應該會咁咧，佢就會轉指咗去呢個咁嘅地方啦嚇。咁啊應該佢嗰個 dashboard 嚟㗎啦，咁啊冇煩啦，立即撳登記所有優惠，咁啊搞掂㗎啦嚇，就係咁簡單。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啦，登記有着數啦嚇。咁啊同埋仲有一樣嘢要注意一下啦，佢唔係全部卡都得㗎啦嚇，咁啊記得啦，只有 Master 卡先得㗎。咁啊匯豐有邊2張得咧？一張係 Red 卡，一張係卓越理財張信用卡嚟㗎。咁啊講起呢張 Red 卡啦嚇，咁如果你冇咧，咁啊基本上好少人冇呢張卡嘅啫嚇。咁如果你真係冇咧，咁你有着數啦。咁有咩着數咧？咁你可以睇翻呢個 post 啦嚇。咁啊都係多幾嚿水嘅啫。RC。咁如果你係完全嘅新客咧，咁你就唔好申請 Red 卡為你第一張嘅匯豐信用卡㗎嚇。咁你可以申請呢個 Everymile 呢張卡去做你嘅第一張信用卡啦嚇。咁因為點解咧？咁不外乎個迎新多好多咁解嘅啫。咁佢迎新有2450蚊 RC 啊，大概係49000里㗎嚇。咁申請嘅方法都係一模一樣嘅啫，都係入呢個咁嘅 HelloFresh Code 啊咁樣，跟住然之後都係撳翻同一條 link 去申請嘅啫。咁用呢個就多好多啦嚇。咁 so far 如果你係搭水啲嘅，仲可以申請呢張咁嘅匯豐卓越理財信用卡嘅，咁你都可以申請呢張卡去。咁呢張匯豐卓越理財嘅信用卡咧都幾好用㗎嚇。咁借筆筆都係寫咗個post 咧去研究呢張信用卡㗎。咁你唔好問我呢張信用卡借筆筆有冇額外回贈嚇，冇㗎嚇。其實借筆筆個網咧，你仔細睇下啦，有好多信用卡咧都係為寫而寫㗎咋嚇。咁為嘅係為借筆筆自己而寫嘅啫。因為我都玩開呢啲信用卡咧，咁想做一個記錄俾自己去研究一下嘅啫。咁順便同大家分享下嗰啲信用卡嘅玩法㗎。咁如果你玩開啲卡嘅，咁你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一睇啦嚇。咁有好多都係白寫嘅啫，咁冇着數嘅。咁大家有興趣睇一睇，支持下就可以。好，咁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啦。咁我呢期用匯豐卡嘅呢個推廣為例啫，其實大部分嘅銀行卡嘅推廣啦，我都有參加㗎嚇。碌唔碌嘅另計啦，反正登記咗先嘅。咁為嘅就第一就係呢啲咁嘅現金回贈啦嚇，高達幾多啦嚇。咁呢啲都係有限數啫。其實主要嘅目的咧，就為咗同銀行加強合作嘅啫。咁俾銀行喺銀行眼中我一個優良嘅客戶啦嚇。因為有時登記咗唔係次次都要攞晒啲着數，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可能喺銀行嘅世界，咁搞咁多良好嘅關係，為嘅係乜嘢咧？咁當然就係為咗長遠嘅加額嘅一啲行為啦嚇。咁加額嘅為咗借平錢啦嚇。咁一條龍嘅雞同蛋嘅問題。但係 so far 你都係要踏出第一步啦，去同銀行搞好關係啊，通過去多啲消費啊，去參加佢唔同嘅活動啊，咁樣去搞出嚟嘅嚇。咁如果有興趣啦，通過呢啲咁嘅類似嘅活動去感受一下同銀行建立關係咧，咁你可以撳下立即登記啦嚇。今集就同大家快速去分享一個通過呢個活動嘅玩法，同大家分享一啲信用卡嘅合作玩法㗎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